日就係從呢個叫仙北市新橋嘅地方出發。新橋呢個站非常之方便嘅個交通網站，有 JR 啦，跟住仲細分東海道、橫蘇河、京濱東北線仲有佛山手線啦。山手線應該大家知啦，揼林村。跟住仲有銀座線，當然銀座線都可以淺草，不過呢個淺草線會快啲。然之後淺草線更加重要點就係南邊佢直通京急線去羽田，北邊係直通京成去成田機場，即係東京兩個機場呢條淺草線都去到。跟住仲有一個要啲卡莫明係去台場嘅，台場就可以見嗰個彩虹大橋啦。今次我仲有一個招聘會係東京嘅 CFN， 佢喺東京嘅 Big Side， 即係嗰個國際展示展覽中心嗰度，原就喺台場嗰度嘅，所以亦都係我今次住新橋嘅一個原因啦。我去嗰個展覽中心可以直達比較方便。我坐呢個東海道線去品川，下一個站一站直達。其實係咁嘅，對面就係山手線同京濱東北線嗰個站台。呢兩條就係城市內部線咧，啲短距離嘅電車線，佢嘅停站比較多。呢邊就係長途線、快車線，佢就將快車同慢車分開咗。所以你又見到呢度咁點解會咁多條線路就係咁樣嘅原因。佢就唔似我哋，比如話廣州地鐵14號線嗰種快車同慢車都共軌咁樣車嚟啦，就係坐呢部佢一站去品川。呢部應該係上環線嗰邊直通過去。其實呢個京急嘅換乘口呢個啦，應該離山手線仲有京濱東北線嘅站台近啲。我坐東海道線快車嗰邊就遠啲。我腳骨力好咧，仲有其實因為我坐廉航嚟嘅，所以帶嘅行李就比較少。如果帶比較多行李咁，腳骨力冇咁好嘅，我就建議如果你係住新橋過嚟品川轉呢個京急嘅話，都係坐山手線或者京濱東北線。咁啊好。隔離就係啦，跟住日文、英文當然冇中文啦，都提示啦。呢度唔係出口啊，呢度唔係從 JR 出去㗎，呢度係換乘京急㗎。如果你從呢度出，唔知換乘咗去京急嗰邊有咩問題咧？入場料嘅問題，你入咗場佢就要收你錢嘅，所以唔好使咗要蚊錢。呢個就我覺得算係京急嘅王牌列車啦。
2100塊。當然呢個就唔係去機場，呢、個去古里哈嘛。我哋要坐嘅係6分鐘之後嗰個。呢個去羽田機場嘅快車就唔係幾時都有嘅，所以我就係睇個終點，即係睇個時刻表，睇住嚟坐車，咁就可以快啲去機場。即係宣傳呢個大阪萬博，即係世博會宣傳得好用嘅。個西蘭花唔係有個企劃嘅，話見到呢隻嘢就個遊戲輸嘅，咁我輸得啦，咁就見到啦。呢個機場快得就係笨川直達羽田，呢趟車全部大包細包嘅。羽田第3航站樓基本上就係國際線航站樓，國內線就去第1同第2航站樓，跟住天馬航空即係個 Skymark 係1號。10點半左右出發嘅，11點就到呢度啦。其實山手線揼林村預計就係30-4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羽田機場。其實羽田機場嘅位置就東京都心嘅比較邊咁樣。總之離東京都心都好近，唔似成田機場。成田機場就遷移到一個鄉郊地方，就真係遠啦。你山手線揼林村過去冇1-2個鐘都搞唔掂。羽田嘅出發大廳真係第一次嚟。ご注意ください。各局の乗車はおやめください。飛國際就成田多啦，日本嘅國內航班我又飛廉航多，跟住廉航又係多數喺成田嗰邊，所以真係要專登嚟一趟，使多少少錢先變咗嚟羽田飛。Skymark 天馬航空喺度，佢天馬航空個定位屬於中成本嘅航空公司，英文叫 MCC， 即係介於廉航同埋傳統大航司之間。廉航就類似日本嘅捷星啊，仲有我哋國內嘅春秋航空啊。跟住啲傳統大航司就係國內嘅3大航，國航、東航、南航。日本就
ANA 即係全日空咧，仲有個日本航空 JAL。咁廉航唔使喺講咧，就連託運都要買嘅，好多嘢要加錢嘅。跟住傳統大雄獅就好多嘢都包嘅，跟住個裝潢啊都豪華啲啊，但係就貴啦。佢天馬航空就佢有託運，仲要喺羽田機場嘅，唔使跑去成田。仲有個裝潢就簡單啲，即係我睇網上視頻有咁嘅感覺。跟住佢好似冇飛機餐，係派飲料嘅啫。所以佢就我覺得就偏經濟型商務型咯，即係又唔會好似廉航咁經濟到離晒譜咁樣，但係又唔會好似傳統大雄先真係貴到飛嘅。用賓館嚟做比喻嘅話咧，呢個 Skymark 就可能類似國內嗰種7天快捷酒店啦，跟住廉航就係膠囊，跟住嗰啲傳統大雄獅咧就睇佢唔同咧，有啲大雄獅甚至就好似廣州嘅天河賓館5星級咁。因為係第一次嚟，咁我就12點半起飛，跟住我11點就嚟，預留咗個半鐘。但而家先11點半，因為經常聽講羽田係排長龍排得比較長嘅，不過可能係國際嗰邊排得長咯。國內呢邊其實特別係有呢啲自助機器可以攞個登機牌，咁就其實唔使點排隊。有啲肚餓，諗住有冇個七仔可以買啲包咁樣，結果全部餐廳嚟。唉，嚇得我仲以為羽田就係咁高級七仔咯。有吉野家同埋七仔，但就收得比較慢，就係咁啦。小票有時其實可以攞下嘅，因為上面有地名嘅信息可以當打卡。佢天馬航空仲有一個專用嘅安檢系，犀利！靚啊！嗰邊可能係3號口，即係國際線嗰邊。羽田真係唔錯，真正嘅東京國際空港啊！成田係成田啊，東京羽田係東京啊。佢好似有啲遠影唔到部機，咁就以旁邊嘅機代替。就係、其實 Skymark 就目前全部都係波音737。我之前坐廉航基本上係空客嘅320、321。737就真係第一次坐。Skymark 有試過330，甚至380都試過，但係就可能佢嘅定位咧係中成本嘅，就俾廉航同埋傳統大雄獅夾擊，令到佢有一段時間經營不善咁樣。即係330可能賣咗，跟住380本嚟訂購嘅嘢都讓咗俾全日空做咗3個大烏龜。OK， 窗口位先，係第2個登機。點講？呢個座位都有少少似廉航嗰種座位。個座位真係好豐富啊！可以。跟住，張台大到可以放到屋。跟住個音樂都係 Skymark 自己嘅登機音樂，唔知錄唔錄到啊？其實個座椅材質幾軟熟下嘅，即係就咁睇好似係廉航嘅座椅，但實質上唔係。廉航嗰啲嘢真係硬骨骨，舒服，可以。難怪人氣咁高，座椅靠背可以調，等陣先調嘅。通常起飛嘅時候要調直佢靠背，之後左邊靠窗。按經驗咧，東京飛福岡會飛日本比較耐嘅，然之後特別係會飛
富士山嘅北邊，咁左邊靠窗有可能見到富士山。咁除此之外，可能仲見到名古屋同大阪，可以從空中望。如果天氣好嘅話。
楽しめる帰宅くださいませ。对啊，这就是福库卡莱。你别忘了，这机场在市区啊，真的。这机场在市区，但是它的国际线还要坐巴士，它的地铁还要坐巴士，它没有其他电视。它的地鐵都會修多一站到那個國際線啦。哇，咁高技術，咁樣。